條鐵路咧，我哋叫做咧深汕鐵路，即係由深圳咧去到咧汕頭嗰個合作區嘅。嗱，咁可以睇一睇，我哋喺南山西里出發，到翻我哋嘅羅湖北啦，跟住到翻我哋嘅屏山，到翻我哋惠陽站。好，咁其實咧，我哋惠陽站嘅呢個站點咧，就喺我哋依家嘅呢個惠陽高鐵嘅呢個地點嘅。其實地點係一致嘅，咁可以睇睇。嗱，首先我會見到成條路線啦，從深圳嘅呢個機場呢邊啦，機場東啦，跟住一路行啦，會行到我哋嘅呢個屏山呢一邊嘅一個聚龍啦。聚龍咧，其實我哋大灣係規劃咗3個線路，有見到石化大道啦、響水河啦、大亞灣。咁可以睇一睇我哋呢個線路咧喺邊啊？就喺我哋呢個方向，石化大道站。因為呢個方向咧就係我哋呢個聚龍方向啦，屏山方向，跟住石化大道啦。跟住我哋呢邊咧過嚟咧就有我哋呢個響水河啦，同埋大亞灣站啦，就喺我哋呢邊啦。跟住咧，我已經打開咗到咗我哋嘅呢個程序嘅啦，蓮塘口岸啦。跟住咧，我哋因為佢呢個出咗蓮塘口岸之後，佢已經直踩上到我哋呢個高速啦，最後一站嘅啦。跟住過嚟之後咧，我哋會去到唔同呢個地方啦。落到高速之後，首先石化大道啦，跟住咧移明村公交站啦、檢測站啦，再過嚟咧到翻天悅龍庭啦，就係我哋呢個萬達廣場嘅呢個對面方向啦，就喺我哋呢邊唔同嘅呢個地點咧，全部都可以去到嘅。咁啊，比較偏向於吳越廣場商圈同埋萬達商圈嘅，都係20蚊一個人一個車飛。嗱，就係有唔同嘅呢個地方、唔同嘅區域啦，或者係林森片區啦，或者係我哋嘅呢個翠裕惠蘭口岸方向咧，林森啦，偏向於沙田站呢個方向咧，亦都有唔同嘅車次可以到翻。Hello， 大家好，我係 Joey。Hello， 我係深水哥。係啦，今期節目開始之前咧，有個問題想問問深水哥嘅。係。點解你會揀惠州咧？係喎，其實點解我揀惠州咧？不過唔好講我先，一陣間我解釋點解我揀惠州。不過上次我同阿 Joey 姐咧就帶咗個客就買咗係大亞灣嘅樓盤啦。咁買完之後咧，我就問一問佢：你係咩人啊？咁樣，佢係中山人。咁中山佢唔買中山樓盤喎，咁啊點解咧？咁佢講話交通方便咯。咁所以原來咧。交通方面咧係惠州或者我哋惠陽啦、大亞灣咧嘅一個好大優勢啊！當時咧我自己揀咧都係咧覺得咧交通方便，所以今日咧講究竟惠陽或者大亞灣嘅發展，特別係着重係交通或者個區域係發展係有咩特別大嘅優勢啦。係啦，因為上次個客戶咧，我哋本身我哋係唔知嘅，跟住我哋後尾傾偈傾，跟住話問佢係邊度人，佢話。我哋諗住一般咧就純正嘅香港人啦，由頭到尾喺度啦，係啦。跟住咧佢話我以前中山㗎，跟住話我哋都好好奇，因為大家都知其實中山係非常之受香港朋友嘅一個歡迎嘅。但係我諗唔到佢竟然會揀惠州。我以為佢客家人啊，有啲客家人咧嚟惠，或者佢嘅朋友喺惠陽啊，或者喺大亞灣啊，又或者係佢本身客家人咁嚟呢度咯。喂，佢中山嗰啲又講白話，又食廣東菜，個親戚朋友啊，或者係啲。以前啲鄉鄰啊，喺中山喎。佢講啦，佢親戚朋友都喺中山喎，但係佢都揀咗咩啊？就係揀惠陽同埋大亞灣咯。係啦。咁啊，交通方便啦，咁啊，所以今日特別講下交通呢樣嘢咯，咁樣。咁啊，講交通有乜嘢？有咩交通咧？我哋先講有高鐵啦，有地鐵啦，有高速路啊。咁我哋逐一咧，慢慢介紹下點樣由香港或者點樣喺深圳嘅人、香港嘅人係好方便嚟到咧，我哋惠陽、大亞灣咯。係啦，咁首先我哋第一個講咧就講我哋嘅高鐵啦。高鐵嗱，高鐵好緊要啦。第一喺西九，即是話再講一次，即是話喺西九龍嘅附近嘅人，無論咧油麻地啊、尖沙咀啊，甚至乎佐敦啊、深水埗啊，包括埋有啲遠啲嘅將軍澳咧，佢話去咧九龍都好方便嘅。西九咧可以直接咧1個鐘頭去到咧惠陽站。惠陽站邊度咧？係惠陽站咧就喺度啦。咁可以睇一睇我哋惠陽站現時嘅呢個規劃咧係已經開通咗嘅，咁啊可以從西九過嚟咧，亦都可以從我哋呢個深圳北咧換乘呢個高鐵咧嚟到我哋呢邊嘅一個惠陽嘅。嗱，實際講啦，因為西九去到得6班車去到惠陽站啫嘛，不過直通嘅。但係咧深圳北就唔同啊，過百班車，即係5分鐘、10分鐘左右，甚至有陣時遠啲15分鐘左右一班車，再去到邊咧？大概25分鐘至到咧30分鐘不等，視乎咧每個班次去到咩啊？惠陽站頭先呢個站，咁啊惠陽站咧呢個站咧高鐵咧周圍有咩特別樓盤咧？呢個惠陽站咧最出名咧，我哋就非呢個星河單體莫屬啦。咁可以睇一睇我哋呢個星河單體嘅。呢個我心水
非常好啦深水，包括咧單位啦唔係我，包括阿鍾姨姐，我問下佢係，喂，究竟你中意邊度啊？你知道啦，當地人有個盲點嘅，我覺得永遠中意淡水，永遠中意惠陽。咁佢唔係大灣喎，雖然係黐住啊大家，咁咧係但係咧佢話惠陽係冇新盤嘅，有咩大型新盤咧？呢個咧首選星河單係啦，體啦依。家星河單體亦都係最後一期嘅啦，我哋嘅呢個 T 區啦，包括呢個 T 區呢一期咧，亦都係我哋星河單體佢所有呢個樓盤發展當中唯一一期咧係帶精裝嘅，所以咧佢都係比較特別嘅。咁啱佢帶精裝其實係正中香港朋友嘅下懷嘅，因為香港朋友其實據我所知咧，佢哋唔中意毛坯房嘅，其實話唔係唔中意，係因為太麻麻煩啦煩啫，其實唔係唔想裝修，中意自己心水都嘅方式係好嘅係啦嘅麻煩，因為人生路不熟，唔知點解有種莫名嘅恐懼啊！係會驚啦，會驚踩嗰個裝修嘅坑啦，或者呢個唔冇錯中意，嗰個唔中意啦，或者個裝修方面會遇到好多麻煩啊，會造成自己嘅一個心理負擔啊，或者我要喺香港其實我唔係咁完全放心咧，一啲都唔睇嘅。咁我如果係發展商交付俾我哋係精裝，咁我唔需要加啲咩嘢，咁我隨時嚟我可以住啦，我 OK 啦，咁我會舒服所好多。以星河單體就係一就有商業配套，即係本身有大型商場；第二咧，裏邊所有嘅小商戶咧，基本係成熟，因為呢個盤咧唔係今天開始嘅，已經10幾年10年前已經已經咧開始啦有人咧開始慢慢開發喺度做，咁啊10年左右咧就開始入住，所以咧最早嗰啲咧應該佢話俾住咗幾年啊，7年啦、8年啦咁住咗，有啲係住咗10年啦咁樣，咁差唔多呢個時間，所以佢發展比較成熟咗嘅。咁咧第二樣嘢就係精裝交付咯，即係學你話齋唔使麻煩咯。咁我想問呢個樓盤有冇低首付咧？又有呢個樓盤咧，香港朋友一樣可以低首期嘅，2萬蚊首期咧就可以上會啦。呢個咧亦都係特別好嘅一個點嚟嘅，因為呢個大盤佢同銀行方面佢係非常之有保障啦，佢可以俾到我哋去低首期上車嘅，無論係大陸人啦，或者係我哋香港人啦，佢一樣可以做到呢一點咧係非常之好嘅。嗱，呢個咧就其中一個方便嘅已經現有嘅，咁但係據説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鐵路咧喺係27年。 27年，即係而家2025啦，2年左右啦，就會開上一條咧，佢哋叫咧其實高鐵嚟嘅，不過佢叫聲稱嘅咪咩？超級地鐵。點解啲人話叫出地鐵咧？一有高鐵嘅速路350公里。第二，其實咧佢唔同一般高鐵嘅喎，佢唔係喺上面嘅喎，喺地下嘅喎，係掘地嘅喎。咁咧連個噪音咧，基本喺附近嘅噪音咧唔會加倍。當然啦，仍然有高鐵，不過喺高鐵嘅下邊咧會有一個咧叫超級地鐵。咁咧呢條鐵路咧，我哋叫做咧深汕鐵路，即係由深圳咧去到咧汕頭嗰個合作區嘅。嗱，咁可以睇一睇，我哋喺南山西里出發，到翻我哋嘅羅湖北啦，跟住到翻我哋嘅屏山，到翻我哋惠陽站。好，咁其實咧，我哋惠陽站嘅呢個站點咧，就喺我哋依家嘅呢個惠陽高鐵嘅呢個地點嘅。其實地點係一致嘅。嗱，不過咧我話咧唔止一致咁簡單，我覺得甚至乎咧更高穿透力。何謂更高穿透力？本身惠陽站可以直踩去到叫深圳北。但係而家實際咧，佢真正嘅終點咧去到咩？西麗站。咁西麗站係咩咧？實際咧整個深圳咧嘅嗱，我哋嘅向東發展啦，其實東南西佢係向西。西嘅深圳西係咩地方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叫南山，或者甚至乎咧一個新嘅經濟發展區咧叫後海灣前海近嗰個海後海嗰度咧就近元朗啊，近香港個位。後海咧就比較咧向翻咧向北上。咁咧，我個西麗站咧就係比較偏向咩咧？向西嘅深圳西區。點解今日要講呢樣嘢咧？我陣間再講。香港有個新嘅方向、新嘅發展道路係咩嚟咧？順手講埋啦。因為呢條叫深圳鐵路啦，我哋去到西麗站啦。香港啱公布咗呢一年要設計，有一種咧住元朗嘅人有福了，住一個咧西北嘅人咧有福了。因為點解咧？元朗站咧下一個站咧有個叫洪水橋站。洪水橋站而家記住係唯一一條跨境嘅鐵路嗱，記住喎。跟住話你要問濕水哥，唔係喎，有一條叫西九喎，嗰條係高鐵，跨境高鐵，即是話係比較遠距離嘅，即係由西九可以直入咧內地嘅境內。我哋而家唯一一條而家新嘅今日去發展嗱，預計咧幫我哋要耐少少，佢預計差唔多要10年先起好嘅，不過今日就可以規劃啦，決定咗啦。即係喺洪水橋如果我住元朗區噶嘛。我搭一個站，我就要直跨咩咧？第一個站
可能去到一個叫做咧食海鮮嘅呢個即係元朗食海鮮啦，唔係呢個唔係澳頭食海鮮啦嘅一個地區，再入落一個叫深圳灣，再入嗰個區咧就叫做咩啊？前海經濟嗰個區㗎啦。點解咁重要咧？因為我入到依個區嘅話咧，就啱啱我哋可能搭啲地鐵轉乘去到叫西麗站，由西麗站咧就直踩落去咧惠陽，即是話惠陽有乜好處咧？我哋可以直踩深圳最經濟最繁忙嘅重點，由西麗站開始擴延落去，而甚至乎咧有一日咧，你會發覺我搭地鐵連雨都唔使搭，我由惠陽去到咧西麗站，由西麗站轉地鐵，由地鐵一轉去咩啊？香港嘅跨境鐵路直入踩到咩啊？洪水橋站，而洪水橋站咧條我哋而家叫西鐵或者叫屯馬線啦，直踩在成個全香港覆蓋。嗱，呢個好消息嚟㗎！如果你今日準備退休，能夠等10年8年之後嘅發展。不過一陣間阿 Joy 姐會講緊，現在仲有啲乜嘢令到成個盤咧更加優化。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好消息嘅。咁我想順手想提俾大家知道呢個資訊啫，咁樣。係啦，咁啊講完高鐵咧，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地鐵啦。咁地鐵目前嘅呢個14號線沙田站咧係已經開咗車㗎啦。咁啊，你深水埗都有從呢個沙田過嚟過啦。係啦，咁又要講下個性質啦。地鐵同高鐵咩分別咧？大家知道高鐵咧其實係跨境嘅，甚至乎係跨區嘅，即是話一個區一個區可能咧要揸成個鐘頭，佢可能咩啊15分鐘5分鐘咧就嘣一聲去到。不過咧地鐵就唔係啦，喺區內行嘅，佢一站好多嘅。不過有咩好處咧？唔需要買飛，隨時上。咁所以咧，我哋喺特別係福田口岸啦，一上去轉2-3個站，嗰個叫做江夏北嗱，有個江夏站㗎，前面有一個江夏站，江夏站叫江夏北，江夏北站咧，記住總站去到總站，去到沙田站，咁我同我 Joy 姐咧都接過好多客戶咧，就喺沙田站等嘅。咁啊點解咧？因為隨時過關，又唔使約咩時間。仲要去到1個鐘頭05分鐘咧，就會去到咧沙田站啦。係啦，只要你話你過咗關啦，咁我哋會預計咧大約係1粒鐘左右咧就可以嚟到呢個沙田站啦。咁我哋喺沙田站咧就啱好keep 到呢個時間啦。咁啊去接我哋嘅呢個客戶朋友咧，亦都非常之方便啦。咁啊，沙田站附近有咩樓盤介紹咧？又係沙田站過嚟咧，樓盤就多啦。咁啊，因為沙田站佢係挨住我哋嘅呢個大亞灣嘅，不過直踩過嚟到翻我哋嘅大亞灣咧，其實有非常之多呢個選擇嘅。咁啊，首先我哋10分鐘咁樣啦，我哋會有一啲呢個比亞迪商圈過嚟嘅呢個一個圈，跟住咧第二咧就到翻我哋偏中心嘅比較大型嘅呢個樓盤啦，自在城啦。嗱，望一望之前咧，大家一講一大輪咧，我哋沙田站喺邊度先？沙田站喺度先，喺度。嗱，沙田站記住，沙田站記住係深圳嚟嘅，喺個邊，正係咧覆蓋咗而家我哋所講嘅呢個嘅範圍㗎啦。咁樣去做法。如果沙田站我哋一直行去咧，你講咩啊？頭先講比亞迪商圈，係比亞迪向下咧就係呢個比亞迪商圈啦。係。咁咧呢個一般嚟講，如果你係喺比亞迪工作當然好啦，但係主要咧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嗰個圈咧，可以直插咧落嚟咧，第一個一線林森。即是話咩得呢個錦繡1號咧，作為一種標杆啦，因為比較貴啲啦，咁呢個比較近嘅嗱，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去講嘅大話月亭啊，大話月亭喺邊度啊？嗱，咁啊呢個沙田站咧，咁我哋首先近咧就有我哋呢個霧雲左岸啦、大話月亭呢個方向啦，咁呢個咧係屬於一個惠陽秋長嘅呢個地塊嘅，咁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大亞灣啦，右手邊呢個方向，因為其實佢兩個咧都係10分鐘、15分鐘咁樣可以去唔同嘅方向嘅，主要係方向唔同。咁啊嚟到我哋呢個大灣方向咧，啱先就講咗係往下面行咧，就係我哋嘅呢個比亞迪商圈啦，冇錯啦，係啦。跟住我哋往上面呢個龍海2路同埋龍海1路嘅呢個主幹道咧，1路同埋2路嘅主幹道，首先我哋會見到比如話德州朗斯路園啊，因為比較熱銷嘅呢啲盤啦，自在城啦，跟住再過去呢個方向可以睇翻下我哋萬達廣場方向嘅。嗱，呢個萬達咧，嗱，我哋好多時咧講叫一線林森、2線林森，一線林森係咩咧？就係呢個區。我當叫一線啦，係呢個區域。去到第一區咧就2線，點為2線林森嘅中心係咩咧？我哋通常咧以萬達廣場或者萬達片區咧作為一個中心嘅。咁啊下邊一條路係咩？叫龍海2路。係。咁啊好出名嘅。點解龍海2路出名咧？就喺由萬達度咧直踩入去咧深圳嘅。所以咧我哋先講講萬達商圈先。係啦，咁首先我哋嘅萬達廣場咧就係以呢個商圈為中心嘅周邊嘅一個樓盤去發展啦。咁啊，首先我哋如果係新盤嘅話，按照我哋呢個區域嚟講，
距離萬達廣場最近咧，當然就係我哋呢個泰豐木馬湖咯喎。哇！呢個盤一定係強啊！嗱，點解呢個木馬湖咁強咧？第一，佢可以步行去到萬達商圈，係5分鐘。最重要咧，萬達商圈頭先講啦，萬達商圈點解咁紅咧？第一，當然佢係一個商場啦，一個超級大嘅商場，咪超級靚嘅商場啦。最重要地段靚，地段靚就係咩咧？一，你插到去沙田，15啦，20分鐘左右乜都到啦，係咪先？上翻喎，調翻轉頭喎，可以仍然咧去到咩啊？去到惠陽站，係啦，高鐵站嗱。咁佢兩個區域咧，大概咧係20分鐘左右呢個路程咧，就可以嚟到呢個惠陽站啦。惠陽站去高鐵站亦可以去到嘅喎。係啦，咁呢個萬達廣場咧，亦都係人流最旺啦，同埋咧萬達廣場佢係非常之特別嘅，特別嘅點咧就在於，比如話一個商圈佢紅咧，係以佢為中心，周邊慢慢發展嘅。但係萬達廣場佢嘅一個成立嘅一個地點咧，佢係周邊已經有樓盤嘅基礎上面插入去。突然之間空降入去之後咧，周邊嘅成個樓盤大旺晒，因為佢本身已經係有人流㗎啦。嗱，泰豐木馬湖固然好啦，咁我哋講龍海2路啦，又翻著過去近翻咩啊？近翻沙田站嗰度啦，呢個近沙田站啦，近翻陣站啦，有個德修朗詩錄園啦，咁啊落地玻璃啊、大露台啊，咁啊好大部分嘅戶型都向南啊，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樓盤嚟嘅喎。係啦。咁我哋啱先講到嘅呢個自在城啦，咁啊華發嘅呢個自在城亦都係我哋國企發展商啦。咁佢已經係發展到第3期嘅，咁佢成個盤嘅規模咧係相當之大啦。依家係第3期，總共分4期去開發啦。咁今年年底咧3期咧會收部分嘅呢個樓宇嘅，同埋咧佢會開通一個叫我哋嘅呢個大型嘅農貿市場啦，就喺我哋呢邊。咁啊呢個自在城咧佢會成為下一個大型嘅商圈，以佢為中心，周邊擴散嘅一個樓盤。咁啊佢又有坦白講，佢有咁嘅條件喎，因為咧佢雖然咧喺個萬達有啲距離啊，係7分鐘8分鐘，但咧佢係中間，何謂中間咧？佢沙田又近啲嘛，啱唔啱啊？佢沙田咧可能呢度要20分鐘，佢係15分鐘就到啦。咁佢呢度咧去萬達咧可能咧就5分鐘，不過咧佢仲有喎，佢呢個位咧。啱啱咧又唔會離去惠陽站嗱，我講超級高鐵啦，又為其實咧講真15分鐘左右內咧一定係去到咯喎，所以咧佢其實佢有能力咧係做到咧另一個咧中心嘅。係啦，咁除咗佢喺大亞灣嘅呢個區域咧，咁佢呢條路嘅地點咧亦都非常之 nice 嘅，因為大家都知淡水係非常之成熟嘅一個區域啦。咁佢呢條路咧，東華大道一路踩上去咧，就到我哋嘅城協1中心呢個片區啦。咁到咗我哋淡水另外一個大型嘅一個繁華嘅商圈啦，有商場啦，有寫字樓啦，有我哋呢邊嘅一個大型嘅呢個屋苑啦，同埋一個區域啦，就喺我哋呢個方向。咁同埋我哋1中心呢個方向有另外一條路咧，就可以踩翻去我哋嘅沙田站嘅，所以佢成個地點咧係互通嘅，都係6分鐘咁樣就可以嚟到嘅。所以佢係通大亞灣嘅萬達啦，去到我哋嘅呢個淡水最旺嘅地方啦，再到沙田站咧，其實個3個點咧都啱嘅。OK 嗱，咁啊 OK 啦，咁啊。講完高鐵就講地鐵，不過高鐵同地鐵中間有一種新嘅交通工具，就叫城軌。咁啊咩叫城軌咧？其實我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嘅。不過當係咁樣睇啦，地鐵咧80公里左右，而高鐵咧就350公里。咁中間大概咩咧？即使係超級嘅地鐵，即係唔係超級，即係快啲嘅地鐵都係82公里，佢大概行86公里左右。即是話喺個地鐵同埋高鐵嘅中間嘅。咁好處係咩咧？佢又唔好似高鐵咁要買票，係可能咧月票啊，或者你早期做少少手續咧，就同差唔多地鐵咁樣出行嘅。不過咧又比地鐵咧個站距遠啲，速度又快啲。咁咧喺今年咧唔係今年，下年1年內左右啊，年嘅2026年啦，預計規劃咧有個咧新嘅深大嘅城軌出現。咁咧遠期目標咧就由深圳去到咩啊大亞灣嘅，不過暫時咧喺下年咧起好嗰個叫做咩啊聚龍站啦。係啦，咁可以睇睇。嗱，首先我會見到成條路線啦，從深圳嘅呢個機場呢邊啦，機場東啦，跟住一路行啦，會行到我哋嘅呢個屏山呢一邊嘅一個聚龍啦。聚龍咧，其實我哋大灣係規劃咗3個線路嘅，我見到石化大道啦、響水河啦、大亞灣。咁可以睇一睇我哋呢個線路咧喺邊啊？就喺我哋呢個方向。石化大道站，因為呢個方向咧就係我哋呢個聚龍方向啦，屏山方向，跟住石化大道啦，跟住我哋呢邊咧過嚟咧就有我哋呢個響水河啦，
同埋大亞灣站啦，就喺我哋呢不邊啦。過呢個係遠期規劃，係當呢啲嘢唔存在先，因為咧我唔知幾耐。最濃咧就一定會開。下年就會開啦，去邊度啊？記住係深圳嘅機場喎。咁有咩問題咧？問題就大啦。問題唔係優勢唔係問題。如果你住呢個所謂叫林森片區，即係大灣或者惠陽，即係佢話萬達商圈為一個中心啦。我當啦，作為而家我手掌呢兩個手講緊呢個位置，即是話其實你去聚龍站可能近嘅有啲5分鐘、10分鐘，遠嘅15分鐘或者甚至乎20分鐘左右都係。當然有啲會遠啲啦，視乎嗰個大家你邊個位啦。係邊你去到位嘅區域？要搭飛機去內地任何個城市。點解叫任何城市呢？因為深圳嗰個機場唔使講啦，非常之大，非常之完善，可以去咧香港，唔係去成個內地任何個地區。不過仲有一樣嘢，原來呢，我哋呢個區呢，惠陽呢，仲有個飛機場喎，叫做咩啊？惠陽平潭機場。而家定咗位係咩呢？喺惠陽㗎。係。個定咗位係咩？就係喺深圳呢。第二個機場，咁呢個咧係非常非常大嘅優勢嚟嘅喎。係啦，咁我哋呢個機場咧，到期時咧會做因為我哋依家嘅平潭機場講係我哋嘅軍民用嘅，軍用嘅，同埋我哋民用亦都 OK 嘅。咁啊，跟住咧佢係飛唔到我哋嘅一個比較遠嘅一個城市或者跨國啦。但係佢做咗深圳嘅一個建設第二機場之後咧，佢成個飛機場咧會更加方便啦，包括我哋嘅華僑朋友啦，或者係台灣嘅朋友啦，咁佢可以嚟到我哋平潭呢邊有一個新機場，跟住咧嚟到我哋惠州呢邊，亦都會非常之方便。簡單而家講緊林森片區，即係惠陽、大亞灣近深圳嘅呢個片區，而家係做緊樓盤大部分嘅片區。我哋有2個機場，一個就深圳機場，一個就係咩啊？我哋叫惠陽嘅平潭機場，兩個機場咧去做。嗱，我唔係講個機場係咩用，最重要係定咗位深圳第二機場嘅話，成個發展啊未來嘅優勢咧，就完全咧唔一樣㗎啦。咁我覺得。嗱，咁啊，機場就講完啦，高鐵就講完啦，城軌、地鐵同埋城軌都講完啦。而家講高速路，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咧高速路咧可以直接一搭樓巴咧就去到咧我哋嘅呢個區域嘅。咁咧通常咧有條嘅叫沿海高速，搭咩咧？有種叫啟岸，同埋有種叫咩啊？西湖出行。我就西湖出行，同埋咧我自己常搭咧就叫愛心樓巴。嗱，啱啱講咗好多地方啦，咁啊高鐵啦、地鐵啦、城軌啦，仲有一個高速路。高速路咧通常咧有個叫沿海高速，當然仲有沈海高速啦。我先講沿海高速。平時咧我喺關口咧，特別係蓮塘口岸啦，當然咧有啲樓巴又好乜都好啦，佢甚至會喺羅湖都可以接人嘅。咁我先講蓮塘口岸。蓮塘口岸咧，直接上車嘅話，上咩個樓巴咧，係私人發展嘅一啲嘅大巴、小巴同埋中巴都有嘅，視乎唔同公司。通常咧喺蓮塘口岸上到去，因為我成日搭愛心樓巴，上到去嘅話咧，基本上咧50分鐘左右就去到咧一個叫做澳頭嘅收費站。由澳頭嗰度50分鐘就加啦，睇下你近幾遠。如果假設咧去到吳越廣場，即係話我買9月貨嗰度咧，大概5分鐘加5分鐘咧，就55分鐘到。去到萬達咧，可能加多啦2-3分鐘啦。去到萬達商場，即係話1個鐘頭左右，基本上咧去咗我哋應該去嘅核心區域嘅萬達商圈㗎啦。所以咧睇下究竟我哋咩啟岸又好，咩愛心樓巴都好，係點樣嘅咧？咁啊睇下 Joey 咧佢啊〜有個 Apps 有個小程式。跟住咧，我已經打開咗到咗我哋嘅呢個程序嘅啦，蓮塘口岸啦。跟住咧，我哋因為佢呢個出咗蓮塘口岸之後，佢已經直踩上到我哋呢個高速啦，最後一站嘅啦。跟住過嚟之後咧，我哋會去到唔同呢個地方啦。落到高速之後，首先石化大道啦，跟住咧移明村公交站啦、檢測站啦，再過嚟咧到翻天悅龍庭啦，就係我哋呢個萬達廣場嘅呢個對面方向啦。就喺我哋呢邊。唔同嘅呢個地點咧，全部都可以去到嘅。咁啊，比較偏向於吳越廣場商圈同埋萬達商圈嘅，都係20蚊一個人一個車飛。嗱，就係有唔同嘅呢個地方、唔同嘅區域啦，或者係林森片區啦，或者係我哋嘅呢個翠匯蘭口岸方向咧，林森啦，偏向於沙田站呢個方向咧，亦都有唔同嘅車次可以到翻嘅，或者星河單提啦，亦都有嘅。嗱，咁啊，先再做一個基本簡單總結，今日就要發放啲新嘅消息。我哋因為惠陽越嚟越有更大權力，嗱，先講總結啦。即是話嚟到呢度，點解有中山人？不過係順德人啊，或者叫佛山人啊？點解兩個
當地都有親戚朋友嘅人都嚟到惠州或者惠陽大亞灣去揀樓盤咧，甚至乎咧，我今日買咗樓喺呢度，我表哥都話我㗎，話點解你唔買佛山啊咁樣？但係佢唔知道對香港嘅友好係一定係交通高速路，我哋可以搭樓巴、搭地鐵，我哋搭沙田站可以隨時咧無需約時間，約定時間搭高速。5分鐘左右，即使話由西九又得，深圳北都去到惠陽站。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已經基本上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更加下一年仲有個咩啊城軌，去到機場入到去咧聚龍站。不過仲有一樣嘢係爭少少嘅，類似我哋咩惠陽咧成日淡水啲人講啊斷頭路啊，即是話路啊規劃咗啦，去到咧就停咗喎。咁咧我哋其實好多咧，例如城軌啊或者地鐵咧，就去到咧深圳嘅邊就停咗，爭2-3個站，有陣時3個站、4個站、2-3個站咧就停咗唔起喎。咁點解咧？咁有啲人咧就講緊呢樣嘢嘅，佢話：要起都係喺惠城先起啦。係啦，因為其實有非常之多嘅朋友喺度講，包括已經買咗樓嘅，或者喺度觀望當中嘅香港朋友啦，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台灣啊，或者係咩地方嘅朋友都好啦。其實如果佢哋想揀惠陽、揀惠州，其實佢非常 care 呢個交通嘅。如果呢個深圳嘅14號線呢個沙田站啦，咁佢如果踩入嚟到翻大亞灣咧，就完全另外一種 feel 啦。因為大家都非常之期待會更加便利嘅一個交通啦，更加友好啦。但係啲人要掘地鐵，夜晚我哋中介自己掘啦。當然我有好多，我見到好多年。我已經落咗班，我就喺度掘㗎啦，已經去掘。好多年我哋都宣揚呢樣嘢咁啊，但係佢哋有個好強嘅點話點解起唔到喎？佢話要起地鐵嘅話，都係先惠城起啦，即係惠城啲點啊資源又大，同埋惠城係即係簡單惠陽嘅唔係惠州嘅中心嚟㗎嘛。係屬於一個惠州嘅市中心。冇錯啦，我哋算喺佢嘅隔離我哋邊嚟嘅啫嘛。咁樣就話咧，佢就話呢個利益上嘅問題，或者人性上啦，唔好講利益喺人性上。喂，我都照顧好自己嘅惠城先啦，都冇理由搞惠陽啊。不過啱啱有個重磅消息，咁係咩咧？請問？係啦，就係我哋呢一個，我打開俾大家睇睇先。嗱，唔好講，即係我哋講得多咧，就自己講啫。佢有材料咧，有材料多一個材料就多分話。惠陽區咧獲得我哋呢個市級規劃行政職權嘅，嗱咁呢個係非常之利好嘅呢個消息啦。咁啊，如果係惠陽有咩規劃嘅話，佢自己咧就可以話事啦。但係弊端係咩咧？佢嘅時間係有限嘅喎。嗱，我就咁睇嘅，但當然啦，呢個解讀咧唔肯定啊。有1年時間，咩叫市級咧？即係惠州係有市級啊嘛，佢可以決定所有嘢啦。佢所有嘢，喂，惠陽起咩地鐵啊？惠陽好起，不過咧去到市級咧，要諗下計劃一下。咁所以咧就乜都要經咧惠州市嘅市級咧控制。但係而家將個權咧落咗嚟1年。咁有啲人問1年咧有咩用啊？我唔知喎，但係我覺得咧中央咧即係叫唔知係咪首次啦嚇，佢能夠放權喺一個咧所謂叫做區嗰個權力嘅話，我覺得佢係嘗試下。如果做得好嘅話，哪怕放多1年、2年、3年，我唔知道。但係最重要係咩？佢呢個權咧唔係完全咩權都有嘅，係放咧啲路啊通唔通嘅權啊！哇！呢個好緊要啊，因為如果聽過消息嘅話，14號線而家唔係以惠陽區，亦唔係大亞灣區，係以深圳都市圈呢個名義向上咧就報。如果假設佢通咗，以前通咗嘅話，都要拎去惠州市等等睇下有乜嘢環評啊，又咩，總之好多問題出現嘅，而家唔需要啦。如果假設佢哋拍板通過嘅話，就落嚟咩啊？惠陽市就立刻，哇！就惠陽市就立刻去拍板去做一樣嘢啦。嗱，呢個咧係我嘅期望，當然咧甚至乎當我係一個幻想啦。但係咧，點解今日咁多一步步嘅將個市級嘅權就放咗嚟俾惠陽咧？又點解突然間我哋個青年才俊就做咗我哋嘅惠州市姓陳嘅嗰個市長啊？叫陳宇航啦，冇啦，陳宇航係我哋嘅呢個陳生呢個同名嘅一個網上嘅同名宗族咧。嗱，我唔知係我感覺係咩啦。總之佢嚟到上任之後咧，佢哋啲斷頭路咧係突然間快啲啊，即係快啲開通咗啦。因為我日日喺度咧，其實我非常之有呢個感想咧。其實我日日大家都知啦，因為我哋日日會出去拍片嘅，拍攝唔同嘅呢個嘢嘅，係啦。跟住咧，陳宇航一當選呢個市長之後咧，因為好似話齋啦，新官上任啦，都會有啲火，係有啲火喺度嘅。
跟住咧個本身好地地嘅路咧，其實唔需要鋪嘅，但係佢突然之間好快喺度重新剷咗佢之後咧，即刻咧又重新鋪過。呢個時間大概咧係1個星期左右已經搞掂啦。咁呢條路喺邊咧？就喺自在城門口嗰條路啦。哦。因為我經過嗰陣時，因為龍海一路我經常會去接朋友，接呢個客戶朋友啊，因為去車來來回回啊，我會經常跑呢啲地方嘅。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我哋淡水呢邊嘅路都有呢個新嘅變化。包括我哋呢個公司門口呢條路咧，其實佢係通往我哋呢個大亞灣方向嘅。冇錯。係啦，佢呢條路本身喺舊年嘅呢個下半年開始已經喺度又整啊，又拆啊，又突然之間好大塵啊，又封少少路啊咁樣嘅。但係咧，佢突然之間喺呢1個月之內咧，佢加速咗好快，已經陸陸續續全部拆晒。基本上我條路好新淨，同大亞灣呢條路咧係一模一樣嘅，即係靚啲啦、快啲啦、闊啲啦，雙向8車道喎。嗱，總之咁啦，我係住咗惠州，我係買咗惠州嘅房。第一，如果你嚟睇房嘅話，你唔係一個白老鼠，因為點解咧？本人深水哥就買咗2套，即係已經試驗咗。第二，當然有好多嘢我哋期望喺度，但真正好多事實話俾你聽，年青嘅市長上任，即係佢係受過比較好嘅教育。第二就係將個惠州市嘅權就放咗落嚟，雖然有1年係俾惠陽咧去自己做決定。我相信個交通咧未來會越嚟越好，希望咧大家日後咧可以多啲嚟揾阿 Joey 姐揾我睇下究竟惠陽大亞灣發展成點。最重要你嚟嗰陣時，你自己搭呢度嘅樓巴啊、高鐵啊或者地鐵咧過嚟。如果你唔識嚟，你揾深水哥，我親自喺香港同你一齊嚟都得。嗱，呢個優惠咧得我哋呢個咧要咩？惠港一家係有嘅，因為咧我係香港人，我哋都知道咧喺香港點過嚟咧，去方便睇下樓咯。係啦，因為深水哥咧，其實佢唔單止咧，佢係嚟回回喺惠州嘅2層樓之外啦，佢就親身咧喺度已經住咗嘅。包括咧，因為深水哥同我一齊搭檔啦，咁佢會經常來往我哋嘅香港啦，翻到香港嘅屋企啦，又嚟到我哋惠州，每次我見到佢咧，我都要去唔同嘅地方去揾佢嘅，或者係高鐵揾佢啦，或者係佢已經翻到呢個南站新地啦。上次仲海站揾我添啊！係啊，再上次咧去蓮塘啦，我去蓮塘揾佢啦。係啊，冇錯，跟住我去地鐵揾佢啦，亦都有嘅，我咩地方都試過啦。我已經係見證咗佢從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方式咧，去選擇呢個交通咧，去嚟到我哋呢邊嘅一個惠州嘅。都係嗰句啦，有得揀，先係老闆搭高鐵可以，搭地鐵可以，搭高速路亦可以，即係搭大巴、流巴都可以，搭滴滴都可以，所以有好多選擇嚟到咧，我哋惠陽同埋大亞灣區嘅。係啦，咁啊，除咗呢2個利好消息咧，其實我覺得有個點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從舊年嘅年底開始咧，已經陸續放出呢個消息啦。或者係惠陽啦，或者係惠州啦，或者係惠東啦，其實我都係屬於惠州市嘅。佢哋已經捉咗好大批嗰啲高官要職嗰啲官員嘅，其實會影響好多事情啦。因為證明中央喺度，即係看中你哋嘅惠州，所以先至會有咁多行動嘅。總之一句講就係，而家中央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啦，咁就係叫拆橋解鎖，令到我哋咧更加暢通，甚至乎咧一啲咁重磅消息，惠陽竟然有咧市政級嘅權力。係啦。咁我相信咧，第時咧會暢通好多，同埋咧會令到自己路啊其他嘢咧都好得唔一樣咯。咁啊，去到而家都差唔多最後啦。咁啊，希望日後咧揾阿 Joey 姐同埋揾我深水哥咧嚟睇下樓，我陪埋你過嚟睇樓都得。係啦，咁或者大家有咩想了解啦，可以隨時諮詢我哋啦。咁我哋會俾啲唔同嘅意見俾你啦，或者係你有心水嘅呢個單位啦，或者係都想睇一睇嘅，參考一下，對比一下，真正自己親身過嚟睇過呢啲地方，感受過呢個惠陽之後咧，先知啱唔啱你嘅。今期節目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啊，有咩心水樓，有咩心水嘢就揾阿 Joey 姐同埋揾我啦，好嘛？拜拜。拜拜。